新闻头前先继续来关心到非洲猪瘟疫情，因为台中5车猪条这环境采检3届拢验出病毒阳性，昨国军是搁再去到猪条来消毒，因那农民因到厝内采检是阴性。另外，这猪仔禁台禁运到底当时才当解禁，农业部讲爱个评估。 化兵入来按定消毒，台中发现非洲猪瘟疫情，3届采验拢阳性，115个国军入场消毒。伫10月31日暗时9点半完成，2011月初3个采验，也是甲猪场连通线单猪笼主体已经完成采验，拢阴性。是到昨天晚上9点半，他们完成这个消毒的工作，所以在下星期一，兽医所会再去做环境采样。 昨天采了10个点，那连夜送淡水啊，就是中央的这个检疫单位哈。那今天早上结果是全部是阴性。按另外猪仔送去分林化剂3连单，好亲像互人解过。台中市政府证实，甲疫病连拢对袂起来，已经送检调调查。目前都会有出现落差的方式是事实，好，对，那也是我们在这个核对的时候。 主动发现的原因以及源头，这个必须要交给检调来做相关的调查。苗栗县政府10月31日召开喷饲猪会议，宣布即马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喷来饲猪，各建请中央和合法用地和适当的补贴。农业部表示尊重，什么时阵禁毒禁运令解除，爱个评估。养猪也好，或者是你肉品市场或摊商，大家都市场影响很大。 那整个整体考量之后，我们还是决定就先占用这个处理来养猪了。那不管是县市他们自己有一些补偿措施，或是要中央这边一起来协助，我想我们都是共同面对这样子的议题在做。环境部表示，经过喷的气化处理，中央前进协调所了解，目前全国各县市处理喷的量能有够，但是台中市喷安排场已经有请林业署协助设电围篱啊，防止动物走入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